希望阮的上帝，阮的主耶稣基督，伫伊离开世间之前，捌对学生讲：我无要放杀恁，成做孤儿，我的确要来照顾恁。世间人袂通看到我，独独恁有神的人要看见我。有我的命令，佮守伊的人，即个人就是听我。听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，我也要听伊，佮要将本性显明互因看。但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较无阮的主来相近阮，阮较无阮会通看见阮的主，阮欢喜遵探伊的命令，通过伊的教示彼此相听，来显明阮真实听伊。也通过安尼，阮会通照着应允，得到天父上帝对阮的听。阮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，阮要通过读圣经、你的话语，互阮的心灵愈较确信耶稣基督的应允是真实。毋也是伫黑暗中，阮会通看到一拍灯火，阮会通伫忍耐听候时阵看到天光，启明星向阮渐渐显明。阿爸爸上帝，互阮无烦恼、无惊吓。阮有一天伫地面上的布片会来拆毁，因为阮已经知，你为着阮备办天顶永远的徛家。互阮也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，也去徛伫即个布片的时阵，阮就有一款的信心甲愿望，阮就通每日欢欢喜喜过日子，每日感谢有劳你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的心内已经看到即粒启明星，奉耶稣的名祈祷。